10岁才子张陵张梦金，但是年初一有面馆里向和相对么碰着一个美人，大名鼎鼎东方一扎顶10岁才女叫蔡淑琼。蔡淑琼13年份浪向打牙岗，我将来伴了终身，千年不嫁。为啥呢？因为娘死得着，要我里从小抚养长大。为此小人要嫁出去，跟个农里等于分一样，老先生考啊。各位老先生10岁名义叫蔡道成，所以最近的几年，隔离谁关家农例子一个，辣浪正室里向摆一张桌子么更牙和衣裳。时间一来了。你虽可以有实力的本领，13年份浪讲完哦，来了今年还收拾不来，不晓得现在侬肚子也想嫁人子，我讲年初一碰到张陵，郎才女貌，一见倾心，眉目之间手情，张陵就和林德清，大是心碎的徒弟倪师良，而且两个人急匆匆到蔡家里来。也想摇摇西厢记红娘手势，不晓得从初一到月半分忙了，而且你每日白来，总归大门紧闭，老先生不可平的。今朝正月半啊，老先生可平着，两高头的一搭一档一来着。香菇师傅菜。铁骨醉呀！牛带恭喜几家人，可可是是上挂心。多日以来非见面，非追红色为妻君。相公师傅，今朝今个不做啥事？是啊，碰到我对我马上打来送不的。是啊，来封信看看啊。啊。哎呦，来等了，等是。是啊。哎呀，你看门口的人觉得吗？是。等我分口平时三边人最大的来着。哦，老先生，我理想都没考据。最近门2只3个来灯，三边人各自哈坐了廊，理想天晴，当中金刚2把笔，种个花草本真。再进去课堂，革命衣裳书房，革命衣裳正式。那红红相当的嘛，两个人拉门口多多走细细就么等小红我的，瞧一瞧是瞧出来嘛好，不晓得小红我的嘛分出来啊，里向声音都说出来，老先生1号2号3号病人口头嘛，小气，手底4号病人进来。现在小东打在外头，第3病人算了，第4病人算了。我背山了呀！现在今朝有一起那是提示，搿种人自从蔡小家隔离协议之后，经常都给他来，侪没毛病，有种吃得饱饱胖胖，做啥？看毛病是假，看美人是真。晓得蔡松中隔离协议。国外同的也不记得的，现在看起来几块洋钿的交易金，到里向里子想想，舌头细细口口，别子给老先生一进气得擦扑。哎呀，今朝新年新山第1日做生意呀！好，按谁来搞青年噻？果子阿姨发好不海里进去。哦，你啊？没正是我吧？好，让来了。嘿啊。去啊，没，西北大楼啊！跑对得懂西北大楼，来跟我来啊！临近正式，老先生，喏，是你喏，什么样？那么你看毛病嘛，稍微欧一点点呀。好呀，那看你2只眼睛东杀西鬼，手里下为够了。哎呀，房子倒不错，一个地房子倒不错。先讲你为是呢？看毛病还是看房子？那个毛病也看房子，还也看。你得忙开。老先生，是你啊，意思里向，今朝有气的。
老啥个本事？对你一口，写得里不啥毛病，但是错看到了不打骂，不好玩对你。你做这个气，写针对说过去，这位相公。老先生，身上欲何不是？哦，我本身呢，要么是跟那纹身才是毛病啊。不要毛病不，轻骨的毛病。哎呀，一看就看出来。我没讲，一日三更也不能困，生死恍惚没所谓负心。不来恳求先生免水为称，不如啊，一种风流有归，夫是公哦。打，马西郎相打了。罗马调，年纪轻，营养好，身体好。老下你从一分口病，半根的虚息，第一口病所以帮上个同胞好。这位相公，那哈，因着少经，实让生活中女儿于之，亦不能迷失做下心邪不正之功。只要并且是你，并正据为君。嘿嘿，干嘛老先生等我开张破房子啊？老夫一生因以周于病之身，向北风病之辈，逆风病症大致后恼什么？啊，是我若放不开。哎呀，老先生，搿来没你不做行走啊？哦，新年新生，我本身来要来看毛病的药方不开啊，不开得眼睛开，嘿嘿。见到李子杯语，各位编织面孔的写家出来，等我背上来要拿打打码，开张部房子呢？哎，不眼睛的，哎，你不开的，不眼睛的。是，看，说听，说听，哈！我家女儿，这里是向本人看病。搿么那蓝先生，不是我说你不对在，搿么多个写家。家里谁种鬼也看毛病的呀？我本身呢也把一个牛啊，你看他几乎正经经过看看，嘿嘿嘿，不眼睛。我女儿写的乃是妇科。哦，红色口的妇科，嘿嘿，但女人看毛病啊，不眼睛的呀，我谁是女人不这样？啥派男人啊，非要做子？哼，老先生气口子家。小针对一吹，相公不要带我其他病神。请病！哦哟，蓝先生，你新年新岁从我背上来要面对哦，我不知喊你不开房子，不是俺比大。哎，三为我路队，都为我相助，你听我把绝无了嘿！我把你这一股chân是。蓝先生，你是个陌生人的，哦，真正气杀手了呀！一股劲虽是你胆子定低的。这样磨吉他我你磨不出来，面孔已经气得上青，滚出去！对呀，是对。外头阿秋把张令听得清清爽爽，看得个毛病到郎中先生身上我，哎呦，阿秋想起回来了。辛苦师傅。是。俺听见你下了张车。是啊，为了不是这不正常。那么好进去人呢？哦。我到你告上去秋香么？大进去是够当个小龙，这封信一说是他。哎呀，是的嘛。起错没错，秋香么不错。既然如此，去呀！相公师傅去。是。两高头大进正式，老先生弄得水沙龙。实际上，一股劲水为台湾本人，多上吼。老先生。老先生。举行来着。二位，请了。为了何事这不正常？没吃啥天，啥天过后再俺样。十四人不这等这样，这个飞对浪子火力倾倒，你是口恼，不口恼。呼咻！上林心里想，过后已经点子起来着。代理妈妈，你和你为啥人的啦？啊，新年新岁来出来先生面对。而且你听呢，口中的写家呀，
还屋里向为扶着三家为当列的。张林是现在这个三家才已经是离个着，扶着三家里哪飞天起来了？啥个面孔一背，我把你这个废腿辣子，哦哟，没害，半夜里杀出来个神眼睛在，啥事体啊？风平水衣，为呀扶着千军为当了的，为不与我滚去。称之小贼，你晓得呀人？俺是顾本山来要孩子啊，见我滚出去了，放你个屁！放你个屁！两高头屁放来放去，阿切头皮里想吹你的。搿种人嘛，想公司来为搭里讲道理了，讲道理么里不会做搿种事体的。腰里向一戳，喂！哦哟，我一哈得了，说天多人带多了黑哇！你说这样的，那带我出去啊！你自家不跑出去，呸！你这边哪呢？你还要试试看？是准备那行，啥大真皮浪一手，我的换位置浪向拎起来，那就两手两脚踏空像我手居然指令了黑一马球，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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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林子里刀门后头忙真小走两根水黑，真哎呦啊！这个一个对得来啥是呀？本来们不买病，做地买病出来。哎呦！没举过当本山了，要为当列的，你等下来，别转来，来说下的。那不说下要再来一个，我可是再吃不下在。没办法，地上下马发来起来，哼！一切一往两里去看伤口。我这是追了办法追，而且些大道理想，想公司吧，搿种人不讲道理，这他一把多出去说说的。哎，这一般上你们领不了这是啊。哎，老先生，好的啊，事体没事。老先生对你看这面孔熟悉的了，像这人多。你哈哈呀，老先生，你怪人多嘛？你到你个来过呀？你到非让我70几年天得了。呀，你到我里向走对话特再来起走对，我不是你是呀，阿巧呀。哦，巧过哎，巧过。哦，都是你们二位了。两高地他说不动呀。一个人就说话了，我对各自哈中有个人让看病，理想政策，那么进来搞一个位，可是今朝随便拿打里把他呀，不知啥人有病，请问二位，你们当此谁一的吗？这个嘛。阿巧一听个表达没好，本来讲这样，假使问你到哎打来还有啥事体，为的你不是听不出去的，干嘛等于分进来哇？事体分8人公里，一听见还是来看毛病，走，接着干嘛加快，各位地方看的，你是这样，小猴子对那记得。哎，这个老先生，你真的有本事，嘿嘿，你来看毛病呀？我是没毛病啊，你个乡公司我有毛病。家里人为得一人的了呀，爹爹妈妈出来我找，我不毛病哪是我来看毛病呢？哎呀，乡公司我来了，怕啥个内外人呢？有次病也看给我说得去呢，在三病不看不到病吃口。话不开来，说不开来，你跑来我这样，上次毛病不跟狗病的，已经打个光些毛病啊！俺家不过背得来，这个是不口病要注意。这个，你说我来干，你说我来。老先生一听，一样一个读书人，刚认识那还是读书人打扮，这个读书人，搭这个读书人，天浪地浪。你是没毛病来看毛病，那个读书人是有治毛病怕内外人。相公，与病总得要看。他讲得对呀，小病不看到病吃口啊，气大小针对少个武器。家人给家子个面孔们都要承担着，不
晓得李子杯有个位蔡守穷小姐，看得清清洒洒，听得明明白白。本来心里想来关后呀，反对老子扶贫受益，一时来哈切，为何有人来求相么子？现在一听一看，哈，这个人我认得哇，谁是张陵张梦金？在那有面过年初一，我得里排队，看见你那上头那像画梅花，可个梅花画得个海头诗，是个真个一样。得里分开之后，我日日夜夜在了那天机里呀，哈，俺是今朝里来看嘛病章。但是夜里向做梦，一直为了办啥里个呀？哎呀，今朝来看慢病馆，不知啥个哪想发事。老先生今朝对个良好的教育好够了，相公啊，是，放心，虚虚小病，老夫药到便是。多谢老先生。亲吻相公，真心大名呐！张林香名字太高，自家需要来呀，500万病食物来看病，老先生还本事，把你一到嘛农村吧，手出去子阿爷那为人啊！所以对呀，顺带，这个嘛，阿且也不懂。问名字你要叫你搞出来。哦，问你相公师傅，老先生，你相公是心肠命令，双子猛心，大名鼎鼎，数罪三次。哎呀，你这不但是得夸过。大丈夫手不改心，理不改命。老老一听，哦，足下谁是？张陵，张相公，真是才是。哎呀，巨娘，巨娘，你受罪，谁至于名恩深？
调水对情，不让生你的梅花，多知你成。大名鼎鼎和美和能水，我当然呀，既然有跟你巧相识与病与甘，嘿，生相共。你怕什么？难为情，他不说难为情啊！请问相公，身上愈后不适？因事不好，胃中发痛。对，伤风咳嗽，大便不通。那病倒没多了。哦，不发。他是肥力小，身份，谁打谁归，他竟不了身。行，大力大妈妈，罗马雕后。与什么平衡？你那个，难道一心一时一光生？张相公，是哪里不是我？早在家口里啊，因事不好，胃中发痛，一伤风咳嗽，大便不通。刚刚我们逮到，现在我们上当，有这个搭档的，我为他打马赛打不出来的，来得个马赛无人，而且口口舌苔清爽。不过非刚刚人他现在有点发脾气，发手错啊！非我今朝一气了，虎头狼了，心不行。马上听不出来，再来，他是调水行心，细正，舌苔清，马先生能，不与他们心对，是定不毛病？张相，是。你方谁都有理，一是铁铮，一本正经选出人，哪知晓你这真正人其人不真你们红兵奔向心，两种桃花，一日生门，同日成对放浪天。你们思想谁稍微后人？世风时下不胜好态，是样样子个读书人，还为得地的清非不可。张相公，以家乡来这一御病之身，使我方志不开。请咻！这里三个地洞走，要紧上来起身来，大地真惊人呀！对切姑妈妈谁是里发喊去吧！大家追着我，两高头马正外头去，唉，李子背个三家听得给到的们恍如大悟。原来张相公爱到底来看病是假的，还是为自我，为我做啥么我晓得的呀？
后面姑娘高头眉目如人，你对我有意思了嘿。那么小嘉玲啊，你就应该名正言顺，请一个美人爸爸来做美人，那么对的呀。哪会何种啊轻为浪子之态？还是我来地心上里，非罗是提龙江的字，才让他打吹上法子过来嘛。别脑袋水里亮亮响子一响，哒哒哒哒哒哒，小孩上法子，对旁边屋里妈妈们眼里把马着。先锋，是的，这里有药方一字，你从正门出去，加入千步，命千步走人张相公，他府里此友们并瑞寒了。是的，慢慢些看。就是刚刚个张相公。是。有没管理好相对？老先生说的不毛病呀，你能开药方出去？你懂的啥？我是他一病的。我你晓得你有毛病？是。哎呀，现在你小家本事比老先生还在。老先生口病嘛，会打打毛线的口口舌苔的。你少不少少，你就看出来你有毛病咋？哎呦，这闲话哎呀，错卡子的呀，来冲我眉头哇，血液都一。不要唔少哇，要放心到水里。你是学女科管。专门打女人口毛病、男人毛病呢，妇产科管。这开错样不要吃啥人是该几高，我们来把老先生看看去。姐妹，我你在错看了一晚，把老先生看看是别弄家他个。哎，从正门出去，不言声张。推荐家里出去啊，想做啥个啊？老夫子上苍毛李玉兵，李东啊，搿日子你出去看得清清爽爽。还看，搿么我带你亲亲家追出去啊，高长带你去湖边说啊，等着了啊，出来，老先生根本不晓得啥事体，到这里去冲撞，张林大家瞧到外头是，哼，搿张林心里想好啊，里向嘛发不出呀，到外头的气人去出带里身呐，结果都是你的不好，你那怪我呢？不管你怪啥人家，为什么是我一病啊？老先生们倒是来看病，叫是我说不是干，不是么就这起这样，等于分进来呀。搿么那不是你自家有毛病呢？我想病退一些呀，自家有毛病你也是一样的呀。可非得让至少他有柏林出去多出去嘛，然后我当得上来把你拿我。哦哟，好嘞好嘞，不要多讲嘴巴。慢慢讲啊，再等一下。我也等一下了。老先生不明内情，当时的还是亲人，现在才晓得了。哦，为他跑屋里出来，等一下。乡内发出，三家听见子气气上来，这个个发展去，微跑屋里出来了。好了，嘴巴，再等他。嘴巴嘎，哟，哎呀！你说的我的，我想都要都跑出来个了。来，先干跑。哦呀，我去干跑啊！小姐，哦呀，小姐。铁哥啊，你都今朝还管？两家都来看毛病哇！你老先生说的不得毛病呀？年纪大才好溜了。看上去总是年纪大不得有点好理，我在。那么你三讲是该深读张相公是有毛病。真的？我可开支一张药方笺我拿出来改不了呢，你去改不你读张相公，妻子这个药嘛毛病谁看在？真的？真的那我去，当国的多。搿封信忘记脱了，哎呀，那么快再去把门要弄出事体来，不要紧，卫生下来的。结果张先生，可是侬封信忘记脱了。哪个人随时搿地方一卡我忘记脱了。我眼睛么是哪还忘记脱呢？不，男小心不两是要封卫生。是啊。那么卫生就来了。什么将军？小家亲手开一张药方。再找屋头送不来，说吃这个退药，哪个毛病就好。我有毛病了呀？你也有毛病了？我没毛病吧？那我把你弄到屋里，我都。拿来我开。你看呢？都是你的不好，小姐在责怪我了。网友呢？网友的啥？你去看呀。我那些怎么复述是的，读出来听听。你听了？
君病后虽10日于医，两方非必是相思，两口欧为汤对药，莫有情味花落无际。啥意思？你讲给我听听。君病后虽10日于医，生而莫有毛病，不要如此。两方非必是相思。这句侬懂的，这还要放吃饭相思。两口欧为汤对药，看人家要不呢？莫有情味花落无际。这句也不懂的。不要有情为浪子之言，要后悔的。这个问题啊？我以为你也要了吧？受用吃法，这里只在三座为下每批。你也要？分量呢？分量他不给。分量不没有法1斤2斤吃的。那么看上去不是吃瓜？有火对。那么还是动南京，动南京香口啊！这个你也要？这里只是三座为下每批。现在他来东东来，什么将军呀？当作文旁过去，然后出去旁边人得想得出来。这里自然三座为下每批，这里只三座为下每批，这个嘛，这三座为下每批，做之三。相公师傅，恭喜相公师傅！怎样？小交大来实力有心。这个你样呀？不是还能吃的呀？嘿嘿嘿嘿，相公师傅，娘亲出来。我没一样。呀，堂手嘴谁知居然上气也没是想不出来，我倒想出来。我讲嘞，你听哈。费思量，且已经没情商。对老四句分别都想在这要进汤里五样做的主人三座为像牙家美品妹妹经商我地不可对口对郎做主谁为妹妹谁人公年用不到美日照去看医生你切姑你好灵巧啊！不灵巧嘛，不叫是跨第几天的美人爸爸做主谁？哪不做主谁为美？我为这事。一日三更也不能困，生死花昏么所谓负心。得来恳请先生描水为称，不如一种风流有归，富士公哦。大马西郎相大了，罗马调，年纪轻，营养好，身体好。来了下你从一分口病，半根的休息，第一口病所以帮上个动不好。这位相公，那哈，饮食少进，实让生活中偶尔有之，亦不能迷失做下心邪不正之功。只要并且是你，并正据为君。嘿嘿，咁么来先生等我开张部房子老夫一生愿意做与病之身，向北风病之辈，逆风病人大致后闹什么是我若放不开。哎呀，来先生，搿来没你不做行走啊？新年新生我背下来要来看毛病，你也放不开呀？不开得眼睛开，嘿嘿。见到李子白玉各位编织面孔的写家出来，等我背上来要拿打打码，开张部房子呢？不眼睛的，你不开的，不眼睛的。是，看，说听我家女儿各里是向本人看病。搿么那来先生，不是我说你不对在，搿你这个写家家里谁一种鬼也看毛病的呀？我会生了要把一个女儿，
你看他几乎正经，经过开口，嘿嘿嘿，不眼睛。我儿写的乃是户口。哦，红色口的户口，嘿嘿，但女人口买的啊，不眼睛的，我随手女人不这样。啥派男人也非要做子？哼，老先生气口子家小针对一锤，相公不要带我其他病神，请别。哦哟，老先生，你生意心塞，从我背上来要买断。哦，我布置还你不开房子，不让别打。哎，三为我路队，对为我相助，你听我把句话了嘿。我把你这一股神。耶，老先生，你是个魔神门的，我真正气死手了呀！一股劲虽是你胆子定定的，这样磨吉他我你磨不出来，面孔已经气得上青，滚出去！对呀，是对。外头阿秋搭张令听得清清爽爽，看得个毛病到郎中先生心想我，哎呦，阿秋想起回来了。辛苦师傅。是。俺听见你下了张车。是啊，为了不是这不正常。那么好进去人了。哦。我到那搞上去秋香么，大进去是够当个小龙，这风声一说说他。哎呀，是的嘛。起初没错，秋香么不错。既然如此，追呀！相公师傅去。是。两高头大进正式，老先生弄得水沙龙。实质上一股劲水我台湾不人。多上吼！老先生，老先生，哟，举心来着，二位，请了。为了何事这不正常？没做啥天过后再讲样，实施一步，这等这样这个飞腿浪子火力倾倒，你是苦恼，不苦恼？呼咻！上林心里想，过后已经点子起来着。对你妈妈，你个人为啥人个啦？啊，心意心塞来出来身上眉头，而且你听呢口中的三角呀，闲话里向为扶着三角为当列的，张林是现在搿三角三个已经是理个着，扶着三角你哪非贴起来了？啥个面孔一背，我把你这个飞腿浪子，哦哟，没害。不夜里杀出来个神眼睛在，啥事体啊？奉命随意，为要扶助千军为当了的，为不与我滚出去。趁之小贼，你晓得呀人，俺是过本山来要孩子啊，见我滚出去了，放你个屁！放你个屁！两高头屁放来放去，阿巧都不你想追你的。搿种人嘛，相公师傅来还搭里讲道理了，讲道理嘛，你不会做搿种事体的。腰里向一戳，喂！哦哟，我带一哈的啥天都人带都来哇！你说这样的，那带我出去啊！你自家不跑出去，呸！你这边哪行呢？你还要试试看？是准备那行，啥大金皮浪一说，我的换位置浪向拎起来。那句两岁两脚踏空调，我手居然指令了黑一马球，当，林子里刀门后的猛针小走两根水，真哎呦啊！这个一个对得来啥是呀？本来们不买病，做地买病出来，呦，没。你居然给当本山了，要为当列的，你等下来，你这呢？你说下的，那不是下要再来一个，我可是再吃不下在，没办法，地上下马发来起来，嘿，一切一往眼里去看伤口。我这是追了办法要追，而且是大道理想，相公师傅。搿种人不讲道理，这他一把多出去说说。哎，这一般上难么领不了着，是啊。哎，老先生，好的啊，事体没事。老先生对你看张面孔熟悉的了，想着人懂。你哈哈呀，老先生你怪人懂嘛？你懂我那个来个呀？你都非让我70几年天得了。
养到屋里向走对话特再来起走对，我是你师呀，阿巧呀。哦，巧姑哎，巧姑哎，巧姑。哦，对不起，你们很会了。两高低他说不动呀，一个人就说话了。我对各自哈中有个人让看病，理想张策，那么进来搞一个位，可是今朝在边上打里把他呀，不知啥人有病，千分而为，你们大此谁一的吗？这个嘛，阿巧一听个表达没好，本来讲这样，假使问你到哎，打来还有啥事体？外地的五百事体不出去的。干嘛等于分进来嘛？事体分百人工里，一听见阿是来看毛病，走，接着干嘛加快？各位地方看，你是这样，小猴子对那记得。哎，这个老先生，你真的有本事，嘿嘿，你来看毛病呀？我是没毛病啊，你个乡公司有毛病。家里人会得一人的了呀？爹爹妈妈出来我找，我不毛病哪是我来看毛病呢？哎呀，乡公司我来了，怕啥个难为人呢？于是平民也看看，我说得去呢，在小平不看不到。10岁才子张陵张梦金，但是年初一有面馆里向和相对嘛碰上一个美人。大名鼎鼎东方一扎顶收水才女叫蔡淑琼。蔡淑琼13年份浪向打牙岗，我将来伴老终身，千年不嫁。为啥呢？因为娘死得着，要我里从小抚养长大。为是小人要嫁出去，跟个农历等于分一样，老先生考啊。各位老先生所最名誉叫蔡道成，所以最近的几年，隔离谁关在侬例子一个辣浪正室里向摆一张桌子么更牙和衣裳。时间一来了，你谁可以有实力的本领？13年份浪讲完，来今年还收拾不来，不晓得现在侬都不是要想嫁人子。我家年初一碰上张陵，郎才女貌，一见倾心。眉目之间手心，张陵就和林德清，大是心碎的徒弟李师良，阿巧两个人急匆匆到蔡家里来，也想邀约西厢记红娘寿事。不晓得从初一到5半分班了，而且你每日白来，总管大门紧闭。老先生不看病的，今朝真个不啊！老先生看病子，两高头的一搭一档一来着。相公师傅菜，结果这样，有待恭喜几家人，可可是是上挂心。历来非见面，非追红日为妻君。相公师傅，今朝真个不做生意。是啊，碰到欧队，我马上打来送不的。是啊，来封信看看哈啊。啊，哎呦，来等了，等是。是啊。哎呀，你看门口的人觉得吗？是。等我分口平时上边人最大了来着。哦，老先生，我理想都没考据。最近门2只3个来灯，上边人各自哈坐了廊，里向天津当中金刚2把笔种个花草本金，再进去课堂，革命衣裳书房，革命衣裳正式。那轰轰相当的嘛，2个人拉门口多多走西西，就么灯下逢我的，瞧一瞧，是瞧出来嘛好。不晓得小逢我的嘛分出来啊，里向声音都说出来。老先生1号、2号、3号病人看他们小心，受敌4号病人
进来。先小童搭在后头，第三名人算了，第三名人算了。我背山了呀！现在今朝有一起那事体是，搿种人自从蔡三家隔离协议之后，经常都改得来，侪没毛病。有种吃得饱饱胖胖，做啥？看毛病是假，看美人是真。晓得蔡所中隔离协议，国外同的也没记得个。现在看起来几块洋钿个价钱，到里向李子想想。杀他细细看看，别去给，别去给，老先生一进气得擦扑擦扑。哎呀，今朝新年新三第一日送生意呀！好，按谁来搞清你噻？果子阿姨发海的心气。哦，你啊？没正是我哇。好了，来了。嘿啊，去。没，西北大楼啊。跑得得动，西北大楼，来跟我来啊！临近正式。老先生，喏，是你喏，什么呀？那么你看毛病嘛，稍微晚一点点。好呀，那看你两只眼睛东杀西拐，手里下为够了。哎呀，房子搭不错，一个地房子搭不错。先讲你为是呢？看毛病还是看房子？那个毛病也看房子，还也看。你得忙开。老先生，是你啊，意思里想，今朝有一气的，老啥个本事？对你一看，晓得你没啥毛病，但是错看到了不大嘛，不好玩对你。你做这个气，先针对说过去，这位相公。老先生。身上愈后不是。我本身呢，要么是跟那浑身才是毛病啊。哼，不养毛病不，轻骨的毛病。一看就看出来。我没讲，哎呀，那看你两只眼睛东杀西拐，手里下为够了。哎呀，房子搭不错，一个地房子搭不错。先讲你为是呢？看毛病还是看房子？那个毛病也看房子，还也看。你得忙开。老先生，是你啊，意思里想，今朝有一气的，老啥个本事？对你一看，晓得你没啥毛病，但是错看到了不大嘛，不好玩对你。你做这个气，先针对说过去。这位相公。老先生。身上愈后不是。我本身呢，要么是跟那浑身才是毛病啊。哼，不养毛病不，轻骨的毛病。一看就看出来。我没讲，一日三更也不能困，生死花或么所谓负心，不来恳请先生免水为称。不如啊，一种风流有鬼，富士公哦。打，马西郎想打了，罗马调，年纪轻，营养好，身体好。老下你从一分口病，半根的休息，第一口病所以帮上个同胞好。这位相公，那哈，因着少经，实让生活中偶尔遇事，亦不能迷失做下心邪不正之功。只要并且信你，并正据为君。嘿嘿，干嘛老先生等我开张部房子啊？老夫一生因以周于与病之身，相不以奉病之辈，你奉病人大之后闹什么？是我若放不开。哎呀，老先生，搿来么你不做行走啊？新年新生，我本身来要来看毛病，你也放不开呀？不开得眼睛开，嘿嘿。见到李子白玉各位编织面孔的写家出来，等我本身来要那打打码，开张部房子呢？不眼睛的，你不开的，不眼睛的。是，看，说听，我家女儿
各离席，相本人看病。搿么那蓝先生，不是我说你不对在，搿你这个三条啊，隔离席中唯一看慢病的呀。我被山上也把一个牛啊，你看他几乎正经，经过开口，嘿嘿嘿，不眼睛。我女儿写的乃是妇科。哦，红色口的妇科，嘿嘿，把女人看慢病啊，不要紧的呀，我随手女人不这样。啥派男人也不要做子，哼！老先生气骨子家，小针对一锤，相公不要带我其他病人，请病。哦哟，蓝先生，你心意心塞从我背上来要面对。哦，我不知还你不开法子，不是俺比打。哎，三为我路队，都为我相助，你听我把绝无了嘿。我把你这一股人是蓝先生，你是个陌生人啊！哦，真正气杀手了呀！一股人虽是你胆子定地的，这样磨吉他我你磨不出来，面孔已经气得上青，滚出去！对呀，是对。外头阿俏把张玲听得清清爽爽，看得个毛病到郎中先生心想我，哎呦，阿俏想起回来了。辛苦师傅。是。俺听见你想了张张扯扯。是啊，为了不是这不正常。那么好精气神哦。哦。我到那告上去秋香么，打进去是够绑个小龙，这封信一说说他。哎呀，是的嘛。起初没错，秋香么不错。既然如此，去呀！相公师傅去。是。两高头大进正式，老先生弄得水沙龙。实质上一股劲水为台湾不人，多上吼吼吼吼吼。老先生。老先生。哟，举行来着。二位，请了。为了何事这不正常？没这啥天，啥天过后这样样，实行不这等这样，这个非对浪子无理取闹，你是苦恼，不苦恼。咻！上帝心里想，过后已经点子起来着。对你妈妈，你个人为啥人个啦？啊，心意心塞来出来先生面对，而且你听呢口中的三角呀，闲话里向为扶助三角为当列的。张林是现在这个三角三个已经是离个着，扶助三角你哪边贴起来了？啥个面孔一背，咚！我把你这个非对浪子，哦哟！哦哟哟，没害，半夜里杀出来个神眼睛在，啥事体啊？奉命随意，为要扶助千军为当了的，为不与我滚出去！趁真小子，你晓得呀人，俺是过本山来要孩子啊，见我滚出去了，放你个屁，放！个屁，放没个屁！两高头屁放来放去，阿跳头不就想吹你的？搿种人么相公师傅来还搭里讲道理了，讲道理么你不会做搿种事体的，腰里向一戳，喂！哦哟，我等一下等啥天多人带多了一哇！你说这样的，那带我出去啊！你自家不跑出去，呸！你准备哪行呢？你还要试试看？是准备哪行？炸大金皮浪一声，我的换位置浪向拎起来，那句两水两脚踏空调，我手居然指令了还一马球，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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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子里刀门后头忙针小走两根水，真哎呦啊！这个一个对得来啥上是谁呀？本来们不买病，做地买病出来。哎呦！没，你居然给当本山了，要为当列的，你等下来，你再来说下的，那不说下要再来一个，我可是再吃不下子，没办法，地上下马法来起来，哼，一切一往眼里去看伤口。我这是追了办法要追，而且谢谢大道理想，相公师傅。
搿种人不讲道理哦的，叫他一把多出去说说。哎，这一班上难嘛，领不老者是啊。哎，老先生，好的啊，事体没事。老先生对李口张面孔熟悉的了，想着认得我。你哈哈呀，老先生难怪认得嘛，你到我里个来过呀？你到非让我70几日天得了。呀，你到我里向早队话特再来起早队，我不是你师呀，阿巧呀。哦，巧姑，哎，巧姑，巧姑。哦，多谢你们二位了。两高地他说不动呀，一个人就说下来。我对各自下中有个人让看病，理想张策，那么进来搞一个位，可是今朝随便拿打里把他呀，不知啥人有病，请问二位。你们当此谁意的吗？这个嘛，阿巧一听个表达没好，本来讲这样，假使问你到哎，打来还有啥事体？为的你不是听不出去的，干嘛等于分进来哇？事体分别人工哩，一听见阿是来看毛病，走，接着干嘛加快？后各位地方看的，你是这样，写好字。对那记得，哎，这个老先生，你真个有。10岁才知张陵张梦金，但是你从有面故里向互相对么碰着一个美人，大名鼎鼎东方一扎顶10岁才女叫蔡淑琼。蔡淑琼13年份浪向打牙岗，我将来伴了终身，千年不嫁。为啥呢？因为娘死得着，要我里从小抚养长大。为此小人要嫁出去，跟个农里等于分一样。老先生考啊，各位老先生10岁名义叫蔡道成，所以最近的几年，隔离习惯在农。例子一个，辣浪正室里向摆一张桌子么更牙和衣裳。时间一来了，你谁可以有实力的本领？13年份浪讲完，来今年还收拾不来。不晓得现在农都不是也想搞人子，我讲年初一碰到张陵，郎才女貌，一见倾心。眉目之间手心，张陵就和林德清，大是心水的徒弟李师阳，阿巧两个人急匆匆到蔡家里来，也想邀约西厢记红娘寿事。不晓得从初一到月半分班了，而且你每日白来，总管大门紧闭，老先生不可病的。今朝正月半啊，老先生可病着。两高头的一搭一档一来着，香菇师傅菜，铁骨醉呀，有待恭喜几家人，可可是是上挂心，历来非亲面，非追红色为妻君。香菇师傅，今朝正月半做啥事？是啊。碰到我对我马上打来送不的。是啊，来封信看看啊。啊，哎呦，来等了，等是。是啊。哎呀，来看门口的人觉得吗？是。等我分口平时三边人最大的来着。哦，老先生，我里想都没考据。最近门2只3个来灯，三边人各自哈坐了廊，里向天津当中金刚。两把笔种个花草本真，再进去课堂，革命衣裳书房，革命衣裳正式。那轰轰相当的嘛，两个人拉门口多多走细细这么瞪下和我的，瞧一瞧是瞧出来嘛好。不晓得小和我的嘛分出来啊，里向声音都说出来。老先生1号、2号、3号病人看透小戏，
受第四号病人进来。先小东打在脑袋，第三病人算你，第四号病人算你。我背啥了呀？现在现在有一期呢是提示，搿种人自从蔡三家隔离协议之后，经常的给他来，侪没毛病，有种吃得饱饱胖胖，做啥？看毛病是靠，看美人是真。晓得蔡松中隔离协议，国外同的也没记得个。现在看起来几块行钿个价已经，大里向李子想想。晒太细细看看，别只给老先生一进气得擦扑擦扑。哎呀，今家新年新山第一日做生意呀！好，按谁来搞青年噻？果子阿姨发好不海的心气。哦，你啊？没正是我啊。好，让来了。嘿啊，去。没，西北大楼啊。跑得得动，西北大楼，来跟我来啊！临近正式。老先生，喏，是你喏，什么样？那么你看毛病嘛，稍微晚一点点呀。不是，嘿嘿，你来看毛病呀？我是没毛病啊，你个乡公司我有毛病。家里人会得一人的了呀？爹爹妈妈出来我找，我不毛病，哪是我来看毛病的呢？哎呀，乡公司我来了，怕啥个内外人呢？有次病也看给我说得去呢，在三病不看不到病吃口。话不开来，说不开来，你跑来我这样，上次毛病不跟狗病的，已经打个光写毛病啊！俺家不过背得来，这我说不口病要追，追狗，你说我来个，你说我来个，老先生一听，一样一个读书人，刚刚认识哪还是读书人打扮，这个读书人，搭这个读书人，天狼地狼。你是没毛病来看毛病，那个读书人是有治毛病怕内外人。相公，语病重得要看。他讲得对呀，小病不看大病吃口啊。去，大小针对，说个无去。家里给嘎子个面孔们都要承担着，不晓得李子北有个位蔡守穷小姐，看得清清洒洒，听得明明白白，本来心里想来关后呀。反对老子扶贫受益，一时来哈切，为啥有人来求羡慕子？现在一听一看，哈，这个人我认得哇，谁是张陵张梦金？这拉有面过年初一，我得里排队，看见你拉上头拉向画梅花，可个梅花画得个海头诗，是个真个一样。等你分开之后，我日日夜夜睡了那天几里呀，哈！俺是今朝里来看毛病长。但是夜里向做梦，一直为了办啥里个呀？哎呀，今朝来看毛病馆，不知啥个哪想不是？
年呀，你得里看买病也马里低价。老先生今朝对个良好的教育好够了。相公啊，是。放心，虚虚小病，老夫药到便是。多谢啦，先生。亲吻相公，真心大名呐！张林香名字太高，自家需要来呀。不买病食物来看病，赖先生还本事，把你一打嘛龙抽吧，手出去咋也难为人啊！所以都要顺带。这个嘛，阿且也不懂。问名字你要叫你讲出来。哦，问你相公师傅啊，赖先生，你相公是姓张命令，双字母姓，大名鼎鼎，数水三尺。哎呀，你只不到是头夸过。大丈夫手不改姓，理不改名。老老一听，哦，足下谁是张林张相公？真是谁是？哎呀，巨娘，巨娘。你受罪，谁至于名声？了谁得亲？不让生你的梅花，多知你称，大名鼎鼎，和美和能事，我当然呀，既然有跟你巧相识与病与甘，生相公，你怕什么？难为情，可不算个难为人啊！请问相公，身上愈后不适？饮食不好，胃中发痛。对，伤风咳嗽，大便不通。那病得蛮多了。哦，不发，他是肥里笑，身份，谁打谁归，他竟不了身。心大力大妈妈，罗马雕后与什么平衡？你那个来到一夕一时一光生。张相公，是哪里不是的？早在家口里啊，饮食不好，胃中发痛，一伤风咳嗽，大便不通。刚刚我们逮到，现在嘛上当，有这个搭档的，我为他打马赛打不出来的，来得个马赛无人，而且口口舌苔清爽。不过非刚刚人他现在有点发脾气。发手错啊！非我今朝一气了，虎头狼了，心不行，马上听不出来。再来，他是调水行心，细正，舌苔清。